大家好，我是阿高，咱今仔日要来食说。哇，这足大吼！紧嘞，咱紧来看卖。诶，迄是啥物？诶，上顶悬这敢是猫啊？猫啊，敢是伫楼顶？真正有呢，这应该是狗仔呢，有大只的狗仔，还有细只的狗仔。这敢有足侪狗仔的。狗啊，拢伫遮呢。嘿嘿。阿姨，嘿，咱遮有足侪狗吼。对啊，因拢是咧等厝的狗哦。等厝。是啊。遮敢毋是因的厝？毋是，这只是暂时的厝尔。暂时的厝。对啊。小宝，你看，遮，哇！小宝，你困的所在，阿姨拢帮你变做甲足清气的呢。哇，因伫遮算甲足欢喜呢。哇，煞袂记哩，阁有猫仔呢，咱紧来去看猫仔。猫仔伫倒位？猫仔，猫仔伫咧遮。真正有呢。这间有2只猫仔，因伫咧晒日头呢。这间有1只猫仔。这嘛有猫仔呢，咱来找医生。哇！这足大的呢，真舒适哦。你来，你看，你这古锥的呢？你要去倒位哈？有啥？伊毋知你看啥呢？今仔日真欢喜，看到足侪狗仔甲猫仔的，连工再过来找恁说。你有看到我无？